咁傳統嚟講咧，醫學上會將呢啲嘅疾病睇成為身體基因嘅突變啦。咁但係點解身體會無緣無故出現呢啲基因嘅突變咧？咁傳統嘅醫學就冇詳細解釋到啦。而家庭系統排列喺呢一方面咧，就俾到我哋一個咧好圓滿嘅解答。好似頭先咁講啦，我哋每一個人嘅意識深處都係同家族入邊所有嘅成員係深深咁樣連結喺埋一齊嘅。我哋都係俾呢一個連結埋一齊嘅集體潛意識場域影響得係非常之重要嘅。如果家族裏邊有一啲成員，我哋同佢係牽連咗一齊嘅時候咧，我哋嘅命運就會被佢哋所影響噶啦。容許我舉一啲經常出現嘅例子咧，譬如話有一位母親，佢喺子女好早期嘅時候咧，就因為可能意外病而離世啦。咁嗰啲子女咧，因為佢哋入邊對母親咧都係有一份好深嘅愛噶嘛，所以佢哋其實潛意識入邊咧就會無意識咁去跟從咗母親。佢哋長大之後會有好多唔尋常嘅一啲嘅表現，譬如話佢哋可能會做出種種危險嘅行為啦，可能會上癮啦，可能會身體出現一啲莫名嘅病症啦，呢啲全部都係反映咗佢哋嘅潛意識咧係想跟隨母親去離開呢個世界嘅喎。